佢想睇晚間新聞，我係陳嘉欣，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懷疑賣酒嘅案，警方追查之後發現其實係騙案，直到查出嘅報案，涉款百幾萬。無衝勞工優化計劃收錄到而家收到申請引入萬幾人，不過業界話仲差好多。港珠澳大橋半馬拉松尷尬嘅呢一幕，體育學者批評係影響香港形象。澳洲話有士兵潛水嘅時候被中國軍艦嘅星艦所傷，中方話與事實不符，已經提出嚴正交涉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有網店懷疑非法賣狗肉，警方追查之後發現係騙案，話騙徒入侵顧客嘅手提電話，偷咗銀行存款，一共係接獲11宗報案，涉款係超過136萬，暫時未發現有狗肉交易。社交網站一個掛羊頭賣香肉嘅專頁，懷疑有人非法出售狗肉。警方調查之後話，騙徒透過